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啥人的囝》。叫，慢来食无？恁爸我添教吼，到即摆阁无母无教吼，拢是恁这阿害的咧。哼，歹势啦，是我无才调吼，袂使牵拖恁啦，无安尼啦。恁若有才调，甲我扶一个后生吼，我绝对甲恁封做阿神啦，安尼好无？啊？嘿，这人若衰哦，连婚都攞出了，哼，看到鸟哟，我这哪有红仔咧哭？你上面竟然在看家？哎呦，不查甫的哦！这是啥个囝？这是啥人的囝？这是啥人的囝？后悔。好啊啦，莫哭啊，莫哭啊啦！莫哭吼，莫哭吼，莫哭。是要人抱去倒位？是要抱去倒位啦？记错。哎呦，啊那透早无薰好食。紧的啦，毋是无薰啦，哎呦。哎呦，啊你去倒人抱这囡仔？毋是去倒会人抱啦，就人囥我的门口啦。啊你抱了我怎要创啊？囥一张被啦，你著知我毋捌字哦，紧甲看卖仔字哦，紧，写安怎啦？哦，伊讲吼，慈悲的善心人，我知影你是一个真有正义感的男子汉，所以拜托你收留这个可怜的囡仔，因为因老爸唔肯承认家己的骨肉，啊我又阁是一个软弱的查某人，无法度请养伊，只好将伊送予你这有缘的人。啊，唯一的要求是，你一定要好好栽培这囡仔，啊，互伊大汉吼，做一个有气魄、有路用的查甫人。拜托。啊，这查某嘛有够凶，啊，囡仔生才放互别人。什么有够强？这是这囡仔老爸啊，无负责任啦，拄啊和阮阿姨啊差不多啦。有影吼，阿姨啊，拢无消息吼。自从我派这人拜倒了啊，这大门啊，一骹无都毋捌踏入来啦。伊哦，有叫好歌吼，叫去死嘛甘愿。嘿，是讲阿姨啊，甲我斗阵大汉吼，伊的本性都毋是安尼啊。啊，你意思是讲，娶我了才变款？毋是啦，我是讲，伊是交着一寡爱跋筊的你兄我弟后才变款的啦。我看吼，你要生的之前吼，伊一定会转来看你啦。啊，无你稀罕啦，迄个人吼，出去就胖紧啦，转来哪摕着共款啦。好啦，阿姨若转来吼，我再讲两句互鼻芳啦。后尾阿姨说，啊，这囡仔要安怎？抱了歹势。哎呦，啊，这个囡仔佫真古水哦。天哥。规矩吼，甲抱起来饲。抱起来饲？对啊，啊你家一个人落汉骹，敢讲你无要替你家己想看卖咧？我后尾用通啊想遐济。啊敢讲后摆你要叫遐鸭甲你旁保？这个囡仔吼，互你做后生拄啊好。哎呦，这安尼遮细汉啊，红红硬又软糊糊，我哪有才调饲啦？啊，我着即要生啊，啊到时吼用咧食我的奶啊。
啊，人水若无够，唔忙食牛奶啊，还是食米奶啊？安尼够有通吼？做咱决定，啊，紧甲好一命，啊去报户口。啊，你即嘛？小琪啊，添口子啦。小琪啊，我听你讲吼，你1年前就去迄高雄食头路，啊，这个我看你啊，啊，你当时啊转来？我就有淡薄仔代志转来办，我明仔就搁走啊。你要买啥货？我买一包番仔火。稍等下吼。添口子啦。这个影足古锥的，是恁囝哦？跟你足亲像的呢。你哎哟，阿姨说，讲这个影吼，甲我足亲像的了。哎呦，迄面膜吼，早都看到成你啦。真古锥就对。嘿。安尼哟。安尼我甲小姐做起。对。我甲决定，甲小姐做起。真好，安尼就好。小姐啊，你番仔要摕啊？摕安尼？是讲小姐啊，甲这影怎关系无吼？哎呦，你唔通乌白讲话啦！人小姐啊吼，还未结婚哪有囡仔啦？唔好破坏人名声。天公伯啊，我是不得已，我嘛就唔甘的。小琪啊，稍等下啦。你要创啥？小琪啊，咱的囡仔咧？囡仔，你即马才想着要找囡仔，敢袂想过吧？搁再讲，恁老爸老母根本就无承认我的囡仔。小琪啊，感觉到今摆你还无了解我。不管阮阿爸阿母安怎想，我爱的人是你，我是真心咧爱你的啊。我知影我甲你无私配。你敢知影恁爸母是安怎讲我？伊讲我是乌鸦配红红，而且伊嘛已经替你找一门亲情。伊是黑白讲的，你唔通相信啊！我嘛希望我会当卖相信，但不过我上需要你的时阵，你伫咧倒位？迄个时阵，阮阿爸叫我去平湖处理一寡代志，我哪知影拄好去拄着风台。是啦，小姐，有人遐一直打电话转来给我，不过我一直找无你。若毋是安尼，阮今仔就要来找你啊！因即摆讲啥，我拢袂相信。小琪啊，不管安怎，你定好有一个解释机会啦。要解释啥？就算我过去死到，你爸母也袂谅解我。好啊，莫讲这个啦，咱转来去。对啦，阿囡仔。囡仔？是啊，这是你的床头，你是毋是将囡仔嫁伫亲戚遐？囡仔，我已经送互人做囝啊。你讲啥？你死甲无要承认家己的亲骨了，我当然会用将你送互人做囝。小琪啊，你真正把囡仔互别人？叫我倒来！我无爱啦，你是来创啥？哎呦，世明啊，我是关心你，你最后拢是为了你好呢。既然若是关心我，现在连我家己的亲戚骨肉你都无爱。阿爸，你若真正关心我，是为我好，我的代志你都莫管啦。小琪啊，你囡仔到底有啥？你紧甲我讲啊！我唔知影，我唔知啊，我无要甲你讲。小琪啊，小琪啊！你莫过来，你莫过来，我在跳嘞。小琪啊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你唔通想袂开啊？你
你若搁过来，我就跳下去。小琪啊，讲啦，有话吼，咱偷偷啊讲。你若真正啊跳落吼，咱的囡仔就变做孤儿安尼。孤儿，就是因为我是孤儿，所以你死后才看我无。好啊啦，莫搁做这下死下境啦！你会用甲转来去，有啥物条件，咱会用甲参详啦。对啦，有话好我讲，好我讲啦吼。参详啥？我已经将囡仔互人做囝，有一个足疼伊的老爸。小琪啊，你到底家囡仔互什么人？我袂甲你讲，我以后就袂甲你讲。你别搁咱做，你是我的囝，你一定要甲我讲，你一定要甲我讲啦！我袂甲你讲，我死都袂甲你讲。小琪啊！爱一个人需要我，烟花如此啊，风雨中的花蕊飘。我袂甲你讲，我死都袂甲你讲。小琪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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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大叔，较紧的啦，较紧来去啦你。惊死人嘛？啊，细声遐大声，是有啥代志啦？代志大条啊，较紧的啦，阿迄嫂要生啊啦。安尼我紧准备要用传物件。嘿啦嘿啦嘿啦啊，你迄个囡仔啥的？我的囝送的较紧的啦，哎。翠明啊，翠明啊，但已经几落点钟啊，有消息无啦？我嘛有啦。无啦，一点仔消息都拢无。也毋过警察吼，还阁带人咧找啦。拢是你啦，啊袂晓小甲捡着，连这查某囡仔捡袂掉。作孽，作孽！我讲这话是做遐毋对，你是我的囝，我敢会害你心？你家看嘛，你是什么态度？好啊，啊代志都安尼啊，你就减讲几句啊嘛。对啦，减讲就无啊。恁大家拢希望我参与安尼做下到，唔讲话是要安怎解决代志？好啊，啊都已经决定啊，人嘛失踪啊。失踪上好啦，上好去带陈家小姐啦。我歹带啦，你讲啥？我无想要结婚啦。你陈家有钱有势，这种金钱平倒摕，真正爱都摕无啦。你唔结婚，我就要我硬交代。世明啊，你若爸会决定安尼做，你是有苦衷的呢。我要来去日本，你去日本要创啥？我要留学。我若安尼做，阿爸就有理由对人交代啊。你要气死我！阿爸，你莫生气啦。啊，其实阿兄伫这个时阵去日本嘛是好啊，一方面会当去行行咧，啊另外嘛会当看人大家小姐啊。随意嘛，啊无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伊若真正爱阿兄，就一定会等阿兄读册转来。啊，如果伊若无爱等，这个婚姻规气嘛会较好啊。对啦，随意嘛讲安尼嘛有道理啊。也毋过，好啊，就做安尼决定啦。所以啊，我绝对袂使答应阿爸替我安排的婚姻。随金啊，有一件代志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啥物代志啊？我无伫的时阵，你也不时去找，无论安怎，你一定要甲我的囝找到。我知啊。莫哭啦，恁爸咧无闲啦。哎呦，哭啊，莫哭！奇怪，啊，你今日是咧反省是哦？可能腹肚枵啦。
可惜恁爸都无能来咧哭哭。희수啊，啥代志啦？较紧的啦，一直哭袂停啦。啊，打囡仔毋是哭就是笑，毋是洗就是尿啊。对啊，都是直直哭啊，可能腹肚枵的款啦。희수啊，你的冷个绕落数两个啊。哎呀，咱热冲啊，小等的啦。哦，啊，你搁咬我白眼的先。嗯。哎呦，乖呀，哎呦，腹肚枵啦，腹肚枵，较紧的。较紧。啊，乖。快点快点。等你先捌看着。爱一个人需要活动，需要我多时间。烟花如此啊，风雨中的花蕊飘。是看啥啦？我是看恁查某囝哦，足像阿喜啊呢。爱是阮翁，毋成伊是要成啥啦？对吼，是讲这阿喜啊嘛，真毋是款。顶下咧讲恁咧生哦，一定会出来，一定会倒来看你，结果生遐久啊，连探头都无，哼。好啊啦，莫搁讲伊啊啦，我都毋相信讲吼，我家一个人无法度饲这个囡仔。阿爸，有几来只流出去啊呢？免烦恼啦，明仔伊家己就想转来啦。阿爸，你要买扫，我去甲你摕互啊。唔免啦，扫惯事啊，这三两声也无要紧啦。听到啊？听到。啊，啥代志啊？从公所寄来入学通知单啦。哪？入学通知单？哦，你是讲我明年要入学呀？唔那明了啊啦，阿爸，你袂记啦？阮去年要甲伊是同年的啊，所以讲吼，因仔同齐去入学。哟吼，安尼两个大伴啊咧，哇，真好真好。你讲水呢？我，互你啦，我才卖呢。有啥物你卖？我两只。你这贪心的呢？啥物买两只？安尼才有我啊！啊，讲双双对对啊。好啦，双双对对就双双对对。你看因两个吼，安尼互相介意，这大汉哦，就要甲杀做对。哪有我遮好康呢？哦，你是要娶无本的？我甲你讲，阮庆兰啊吼，后摆要嫁予一个有气魄、有路用的查甫啦。安尼我明了都下这个条件啊。玲珑啊，你想哪敢拍？伊不要了啊！啊，囝头一点卖路尾互伊第一次尔呢，查某囝就是这样，辛苦辛苦。咁，你敢拍拢唔对，以后袂真啊。嘿，你说，歹势啦。啊，拄啊，佮讲啥物杀做对喏？啊，这喊哪得冤啊？啊，后摆要冤几世啦？行较紧的啦。哦，啊恁阿爸嘛足奇怪咧，啊你毋是搁叫人来接恁阿兄？算毋知阿爸还咧结气，紧的啦。阿兄，歹势呢，阿爸甲无哩出代志吼，所以叫来接你啦。伊是，我恁小妹啊，我叫玉蝶啊。你好，阿兄你好。真歹势，我无法度倒来参加恁的婚礼。无要紧啊，阿兄，啊，迄个时阵你心情就无好啊。好啦，莫讲这啦，哎呀，无咱紧倒来去。好。啊对啦，啊我交代你的代志，你有去做？有啊，啊毋过我毋知影要为着找去。一个囡仔，今年应该爱入学。啊对啦，我专工吼，载一个礼物。
要送恁查某囝。好，佮高追哦。哎呀阿兄，你哪着遮功夫啦？啊囡仔啦，着要较遮好的物件。这也无啥啦，小金啊，坦白讲，阿兄足欣赏恁的。阿兄，咱紧转来去啦，阿爸甲阿母吼拢咧等你呢。